新闻一开始，先看台东西屯福水街一栋公寓大楼8楼1号，昨半暝导火，消防赶到现场拍火，对内底救出54岁老爸和10岁查某囝。这送医了后，药罐是救无倒来，导火详细原因搁来调查。公寓大楼8楼导火，乌烟阁一直冲出来，警察赶到现场拍火救人。快点，不要围观！火实在伤猛，调伫内底民众赶紧到窗仔下手化救人。初7半暝1点外，台中市西屯区的福水街，这栋16楼的公寓大楼熊熊导火，住伫咧8楼的姓尤一家伙仔当咧困，煞去互乌烟砸到精神，老母大声走出来，救援人员后来甲13岁后生嘛救出来。不过54岁的老爸和10岁查某囡仔，互人救出来时阵就已经失去喘气心跳。同一层楼8楼的浴室里找到了一男一女，是家人的关系。有2位病患呢送到我们台中荣总，1位女童到院前死亡，1位男童有吸入性肺灼伤。经过急救了后，13岁后生手甲脚趾片去烫着伤，已经脱离危险。不过老爸甲查某囝抢救了后，也是救无倒来。初白天光，火调人员去采证，家属嘛登去到现场。当地里长表示，导火的所在哪像是伫客厅。我问他说：“恁家是安怎？”伊讲他火是在电视机那边烧起来的，电视机烧起来的，这个可能就是电线走火。里长表示，目前除了协助家属，嘛会甲公所做伙互即口罩相关的补助。另外，有受到火灾影响的10户，嘛拢已经协助安置。导火的原因，就该进一步调查。记者台中报道。